全
你是否已经好久好久没有亲近神？你是否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在耶稣的怀里享受他的爱？耶稣说：凡劳苦被重担的，到我这里来，我要使你得安息。好吧，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单单仰望神，我们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，我们不要在乎你旁边站着什么样子的人。这个时候只有你跟耶稣。耶稣他伸出他钉痕的双手，他要紧紧的拥抱你，深深的来爱你。你是否愿意再一次回到神的爱中？如果你愿意，那么请你敞开心，张开你的双手，让神再一次来触摸你。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为我们流出宝血，为我们受鞭伤，受刑罚。主啊，我们是如此的不配，你却永远没有放弃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你奇妙的恩典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医治我们的伤痛，释放我们的软弱。主啊，在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来经历与你同在的那份美好。主，你的爱就大大浇灌涌流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，让我们再一次领受主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相信今天晚上是一个奇妙的聚会，是一个恩典的聚会，是一个得医治、得释放、得赦免的聚会。主啊，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主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主耶稣。无论是生命或死亡，不管哪
众请坐。耶稣受难的这一天，我们聚集思念耶稣在世上留给世人重要的教导与影响。主耶稣轻看自己，取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他谦卑自己，遵从天父的旨意，受尽屈辱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就了奇妙的救赎。在变动不安的年代，我们再次默想耶稣的苦难，连结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困境与挑战，期盼受难日在耶稣身上发生的事，可以为我们指引一条新的路，帮助我们知道该如何面对现今发生在我们身上一切挫败与困难。也让我们了解耶稣的救赎对今天的我们有何等的意义，他的牺牲如何影响着我们的生命。今晚就让我们透过攻读圣经的话语，在吟唱与默想祷告中，在领受恩典圣餐中，我们来纪念并感谢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牺牲和教导。盼望在今晚的聚会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耶稣面前安静我们自己，单单的纪念主，思念主的爱，更坚定的跟主说：主啊，谢谢你。主啊，我需要你。请我们一起吟唱圣诗。我
看起受人气杀，受真侪苦难，逐款病痛，人外头毋看伊，咱藐视伊，用去承担咱的病痛，担当咱的苦难。咱想讲，伊受责罚，互上帝拍，受苦楚。毋过，伊是为着咱的过失受伤害，为着咱的罪过受得罪。伊担当刑罚，咱得到平安；伊受鞭拍，咱得到医好。咱拢亲像羊迷路，逐个人行家己的路。上主将咱众人的罪，拢归伫伊身上。主啊，你担当阮的忧闷，背负阮的重担，为着阮的罪受陷害，互人藐视，受拒绝，甚至是互军队你的门徒出卖。主啊，你却用你家己担当世人拢总的罪恶，甘愿为阮放弃性命。受定伫十字架顶，用你的保血要互阮完全。世间的疼痛无比即个较大，牺牲也无比即个较大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赔命拯救，互阮会当永远甲你同在。阮毋免阁惊吓、忧伤。因为你受鞭拍，阮得到医好；因为你受刑罚，阮得平安。感谢主耶稣的恩典，求你引带阮行头前的路，勇敢世人，传扬福音，互因明捌充满疼痛的救主，一生经历你的恩典甲慈爱。阮安尼感谢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到了一个地方，名叫独楼地，就在那里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钉了2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当下耶稣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兵丁就研究分他的衣服。爱我们的主耶稣，你在最痛苦的时候，求父神赦免那些置你于死地的人，无论是犹太的领袖、罗马的政客，或是军人，以及那些围观的人。父神也垂听了你的祷告，甚至向杀害你的凶手们开启了救恩之门。
主啊，我们都是罪人，若不是借着主耶稣宝血的救赎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得以在圣洁的父神面前站立得住。我们经常觉得被伤害，心里痛苦，无法原谅伤害我们的人。不过有什么痛比主耶稣无罪却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被羞辱、被戏弄、被离弃更痛呢？可是主说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主耶稣啊，我们需要你，时时刻刻需要你的同在，因为你的饶恕是我们的榜样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原谅曾经伤害我们的人，我们愿意在此时选择靠主的力量饶恕他们，也放过自己，不再盯着伤口看，乃是定睛在赐给我们喜乐的主耶稣身上。靠着主耶稣，一切都要变成新的了。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主耶稣的爱无法测度，他的牺牲成就了完全的救赎。主耶稣一直是我们生命与信仰的典范，我们一生都当跟随他的脚踪，听从他的引导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：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，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
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至圣主耶稣，你在最痛的时候，为救赎我们顺服上帝的旨意，背起沉重的十字架前行。每个人在现实的生活中，有许多的劳苦愁烦或是病痛，面对个人不同的十字架，来自工作、家庭、经济、学业、人际关系的压力，我们无法突破生活的困境、心理的障碍，甚至无法饶恕的问题。主啊，我们常常在试探与试炼中挣扎，想做的做不好，不想做的倒去做，身不由己，被罪辖制，失去全然顺服主的旨意，也对主失去信心。主啊，我们何等的需要你！主耶稣，谢谢你的爱，你为我们甘愿舍命，走上十字架的道路，救我们脱离罪恶权势。求你用你的话，使我们脚步稳当，帮助我们愿意学习主你的样式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遵从真理，顺服主的带领，不受罪恶辖制。主，求你指教我们在受苦遭难的时候，也能就持守你的道，坚立主你的话的引导，在主里享平安，心中无挂虑，在基督里能够常常喜乐，自由开朗，与主同行，并多结果子。我们如此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天暗的时，耶稣对门徒讲：“咱来去迄边看。”门徒就离开群众，上船，甲已经伫船顶的耶稣做伙去，有几若只船嘛做伙去。忽然起大风，硬拨入船内，船煞互水淹到满满。耶稣伫船尾看枕头伫困，门徒甲伊叫醒，讲：“老师，咱得要无命咯，你无要紧咯。”耶稣起来接避风，佮命令应，讲：“静落去，停落来。”风点去，河就静静。耶稣对门徒讲：“恁哪遐尼惊？恁还无信心是无？”因非常惊吓，讲来讲去，这个是甚物人？连风甲影拢顺服。
大家同心来祈祷。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上帝，你予星辰照开道运转好势，四季变化照次序进行无替。有时甘雨润得土地，物产丰收真多；有时抗旱失收，饥荒夭餓歹过。求主掌管。无袂记得你的信息，慈悲怜悯，相信世间的一切拢掌握伫你的手中。相信你会扶持阮，行过一切的患难、困苦甲忧伤，也要拭去阮悲伤的目屎，医治痛痛的创伤。安慰惊吓破碎的心灵，求主掌管刚强壮胆来面对，互阮知影救主若伫船内，不论风影有偌大，阮拢免惊，也袂受害。时刻阮需要你，无论何福，求你甲阮无离。我要伫你听的内面，享受永远的安乐。我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，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。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。
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主啊，何等大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。祈求你帮助我们能常常的亲近你，因为我们靠自己没办法做什么。求你充满我们，也让我们活在你的里面。主啊，你说你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在你的恩典中，求你帮助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，活出美好的生命。求你也帮助我们紧紧连结于你，也帮助我们常常亲近你的话语。求你用你的话语塑造我们的生命，也调整我们的祷告，帮助我们照着你的心意祈求，也体验你倾听成全我们的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的爱，谢谢你为我们牺牲，我们愿意学习你的样式，为你发光发亮，一生被你使用。我们这样的感谢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
各位弟兄姐妹，当主耶稣在受卖那一晚，跟他的学生来进行逾越节的晚餐，那个时候他跟学生说了2句话。第一句话，他拿起了饼，然后告诉学生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而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要纪念我。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而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用完饼之后，主耶稣又举起杯说：“这杯是新约，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。你们每当喝的时候，要如此行，为的是要纪念我。”这看似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晚餐，但是主耶稣借由这2句话，赋予了，也等于是具体而为的，把耶稣他的拯救放在一个生活最普通的饮食，吃这个饼，喝这个杯，来证明他要拯救、要救赎所有在罪中的百姓。我们可以想象说，主耶稣他没有像我们常常看到的那个武侠小说或是电影，教了一个武功秘籍或是一个绝世武功给他的学生说：“来，你们靠这个秘籍或是绝世武功，要来拯救全人类。”他竟然是把人生最生活最普遍的饼跟杯，来象征他整个拯救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晚上我们借由诗歌、借由经文、借由默想、借由祷告，就是要跟随主他所带领的这个救赎，是不是真正的临到我们？今天晚上我们要回到最原始的晚餐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现在在教会所举行的圣礼典，是已经有了教会体制或是一个信仰的行动所产生来的典礼。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回到最原始，就是耶稣跟他的学生一起享用晚餐的时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无论你已经受洗或是还没受洗，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恩典的晚餐。但是有一个邀请，就是说这个饼跟杯是否能跟你有关，是因为你愿意接受说：“主啊，这是你的身体，为我舍的，我愿意接受。这是你的宝血，我愿意在喝的时候领受你的救恩跟救赎。”
所以当音乐继续的时候，我要邀请2位牧师来到前面一起协助。之后呢，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是安静的排成3排哈，不用一下子就全部站起来了哈。前面的，那我们有几位长老稍微做一下引导，然后当你领到这个2合1的圣餐的时候，你领完，然后静静的走到自己原来的位置哈。那等全部都领完了之后，我们再一起来享用这恩典的圣餐，享用这恩典的圣餐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而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用饼后，主耶稣说：“这杯是新约，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。你们每当喝的时候，就当如此行，为的是要纪念我。”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邀请，一个恩典的邀请，一个救赎的邀请。这个时候，我们邀请，我们分成3队，陆陆续续到前面来，一起来领受。主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而舍的。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要纪念我。”主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而舍的。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要纪念我。”主耶稣讲：“这是我的身躯。”为着恁拍牌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吃完饼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：“这是基督的血所设立的。你们每当喝的时候，要如此行，为的是要纪念我。”主耶稣讲：“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设立的，既然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”主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而舍的。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要纪念我。”主耶稣讲：“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牌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”主耶稣说：“这是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要纪念我。”啊？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所设立的，既然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：“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牌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”要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大大小小、大人小孩、小朋友，都来领受这个恩典的圣餐，因为是为每一个人开放的。有谁还没拿到吗？
们在投影片上面有一个祷告词，我们请从第1页开始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感恩的祷告词，请从第1页。好，一起来，我们一起念：求上帝赦免我的罪，省察自己，求上帝医治身体。主耶稣，我纪念你的身体为我擘开。上帝啊，我真的很感恩，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我今天吃这饼，这是你的身体，就是领受你做我生命的粮。主耶稣，很多事情我可以舍弃，但我绝对不能没有你。我纪念你为立新约所流的宝血，多美妙的约啊，使我们得以因信称义。主耶稣，你天然爱着我们，只要愿意认罪，你总会乐意赦免我们的罪。这样约，我们这样坚定的约，谁也不能。我今天喝这杯，使我得生命。领受主的饼，喝主的杯，这就是完全得享。阿们。这是你我每一个人感恩的祷告，也是领受救赎的祷告。当你说主啊，我愿意的时候，这救赎就临到了你，这恩典也要临到你。这个时候，我们请把第一片薄膜剥开，把你的饼拿出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要来领受，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，我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要纪念他。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感恩的圣餐，恩典的圣餐。然后我们轻轻地拨开第2个铝箔的葡萄汁。弟兄姐妹，这杯是新约，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恩典跟救赎。愿主耶稣的宝血成为我们生命的拯救，也得到这样满满的恩典。我们一起来领受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救恩，他的死，他的救恩临到了我们每一位。当你还没受洗，还没有正式加入教会的时候，愿这样的圣餐让你感受到你也是救恩的一位，你是恩典的一位，你是恩典的子民。愿神的恩典跟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。感谢主。此刻，我们要一起来为国家的平安、国际地位跟国际情势和平来祷告。我着时刻警醒，我着祈祷无停，一生军队主脚步，直到进入天庭。圣经这样记载着。耶稣对门徒说：“你们为什么睡觉呢？起来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”这是耶稣在受难之前临别给门徒最后的箴言，也是最后的命令：起来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免得掉到试探，掉到了陷阱里面。撒旦在我们人生的路上，
挖了一个坑，让我们一不小心就掉入那个坑里面，那个试探里。起来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父神，此刻我们同心在你施恩宝座前，为我们所爱的这块土地来祷告。我所爱的这个国家正面临许多的挑战，政党斗争、朝野的对立，以至于百姓们每天生活在这纷纷扰扰的社会里。求主除去民意代表中因势力和权位而来的骄傲和争竞，把谦卑受教的心赐给他们。父神，我们也要为国家的领袖，也就是即将在520就职的赖清德总统、萧美琴副总统和执政团队来祷告。我们知道，国家领袖是神所拣选、所许可的。感谢主的拣选，在这充满挑战的时刻，恳求上帝赏赐属天的智慧、能力给他们，使国家领袖有一颗敬畏神、行公义、好怜悯和谦卑的心，带领国家走在神的心意，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也求神帮助在他们的身边兴起更多与萧副总统一样敬畏神的基督徒，成为新政府得力的帮手，不做一些不得神喜悦的决定，使国家得到祝福，在各样的事情当中能够做正确的判断，辨别是非，行神眼中所看为正的事，保守新政府的团队，特别是执政团队，在每天繁忙的工作压力下，有好的体力、精神，得以胜过每天的挑战，赐下一颗谦卑的心，赐下一群愿意委身的官员、清廉的官员。求主使公义的灵在他们的当中，使黑暗逃离，使我们相信只有上帝在国中掌权，国家才不会遭遇到动摇，国家才会有平安，安内才能攘外。我们自己建立，站稳每一个脚步，成为一个在国际上被看见的国家，自然就会受到国际的重视，也会有我们的地位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此刻也要为着近期发生冲突的南海、红海这些国家来向你呼求，在主耶稣
基督的带领之下，除去所有使战火一触即发的冲突点，使各国地上掌权者都能够有智慧来因应，并恳求主护庇所有的百姓，一切都平安。主耶稣，在纪念你为我们受死并复活的日子里面，带领我们时时思想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与十架上的大能，在今天耶稣受难的时刻，警醒自己，起来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我们在你面前祈求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受难日的特别聚会的主题叫做“时刻需要耶稣”。我们除了唱这一首经典的“时刻我需要主”，表达主耶稣跟我们同在，那到底为什么时刻需要耶稣呢？牧师要借我们也常常唱的2首圣诗来跟各位分享。我们请同工把刚刚的圣餐这个投影片来播出来。有2首受难周的圣诗，第一首叫做“圣主额头今受创”，是圣诗89首。他歌词是这样写的：圣主额头今受创，神情哀痛悲伤，众人责骂羞辱你，头上强带荆棘。哦，我主荣耀圣言，你是万福根源，虽受鄙视鲜血流，我告白主拯救。我们请同工将这一首诗歌用音乐来做背景，牧师要来分享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为我们的额头来受创，表示他本来不需要这样子，而是因为你我在罪中，他必须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拯救我们。我们也可以说，就像一个小朋友顽童，他在泥浆里面，然后打得全身都脏兮兮的。妈妈看到这个脏兮兮的小孩，他必须要整个人把他抱起来。他也染了所有的泥浆，他必须要把它洁净。我们等于人类的罪，加上魔鬼的权势，让耶稣用这样的方式来帮我们承担。所以，为什么我们时刻需要耶稣呢？其实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把这样的脏、这个泥巴甩掉。主耶稣他用宝血，他让破碎的身体来帮助我们除去这样的罪。所以，当你想要离开这些罪的捆绑，你要除去人常遇到的忧伤、烦恼、痛苦、不平安，你就需要耶稣，因为只有主有这个能力来除掉你这些身上的伤痛。这边有4节的经文啊，诗歌，那牧师就不一一来读。
因为我们平常有时候唱短歌，但是这些歌词它都非常具体的描述了主耶稣为我们受苦。第2节说，救主遭受重苦难，全为罪人承担，深知我罪大忤逆，内里惨死绝地。他在描述我们让主承担这样的罪。我今跪在主面前，为你受苦情愿，求主慈爱眷顾我，赏赐恩典丰硕。第3节、第4节说，我该如何表感恩，述说主爱情深，因为主受苦牺牲，慈爱悲悯无尽，让我永远归属你，化忧伤为坚毅。愿我一生永爱主，紧跟随你脚步。这是一首在纪念主耶稣受苦，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样的诗歌跟歌词。第2段牧师要说，我们为什么时刻需要耶稣？为什么在主受苦的时候，我们要跟他一起走过？是因为当你没有体验到主受苦的那一些艰难、困苦、哀伤、疼痛，你就不知道人的罪是何等大的折磨了我们。所以你当理解的时候，你要陪伴着主。第2首圣诗是88首，这是一首黑人的灵歌哈。他说：“主被定那时，你是否在场？”主被定，就是一个伟人受死嘛，就是一个人受害嘛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然后这首诗歌在问说：“你是否在场？”一首黑子的灵歌，它的原文非常的感动，所以我把第1段歌词用英文来表示出来。他说 ：“Were you there when they crucified my Lord？” 就说当主耶稣被刑罚的时候，被定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然后连问2次，他是用问话的方式。所以很简单，就是主耶稣被定的时候你在哪里？然后他说 ：“Oh, sometimes it caused me to tremble, tremble, tremble。”意思是说，当我受这样的理解的时候，常常引起到我非常的战栗，非常的恐惧。非常的战栗，然后最后再问一次：当主被定的时候，你在场吗？经文是歌词是这样说的：主被定时，你是否在场？主被定那时，你是否在场？啊，有时这是令我心战栗、战栗、战栗。主被定那时，你是否在场？黑人的灵歌是非常有互动的，有那个场面的。美国人的黑人呢，他们因为当过黑奴，所以他们受过逼迫、折磨的困境，用音乐向上帝探求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所受的苦，去映照了主耶稣为我们受的苦。所以当这首描述耶稣受难的歌，他们在问会众说：“是否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受定、受刺、埋葬跟复活？”这种对话式的歌词，使人产生一种现场感，增强真实的体验，对信念的反省跟灵命的更新有极大的帮助。所以，这歌词呢，其实都重复，只有场景稍微有一点变化。第一节是主被定那时，第2节是主被定十架，你是否在场？
第3节，主肋旁被刺，你是否在场？第4节，主埋葬那时，你是否在场？然后最后1节是主复活时，你是否在场？各位弟兄姐妹，这首圣诗1节到第5节，在给我们提醒，主的受苦，它不是其他人的事，是因为跟我们有关。所以你如果不在场，那你又怎么跟他有关呢？也因为你在场，所以你时刻需要耶稣，时刻需要耶稣。我们是不是坐着来唱第1节，来做思考，好不好？第1节。再次默想，也是一个呼召。你跟主耶稣说：“主啊，当你被定的时候，我要在场；当主被定十字架的时候，是的，主啊，我也要在场。当主的肋旁被刺的时候，我要在场，看见鲜血直流，那个罪的疼痛、罪的刑罚，主耶稣帮我承担了。然后主埋葬的时候，我也要在场，因为主的事是跟我有关的，所以因为如此，当主复活的时候，我要同领受这样的救赎、生命跟盼望，我也要在场，因为我要跟主同复活，要享受这样美好的恩典。感谢主，愿这样的恩典，你在场，你就领受了这样的祝福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时刻需要耶稣。我们要再重新回复到刚刚那一首诗歌，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这一首《时刻我需要主》第1节的歌词，还有华语的歌词。我们请同工来带我们这个。是的，主的救赎，你是要耶稣。第一句先来唱。时刻我需要主，耶挂主名，就听我主的声。
歌再一次救主课。有主，我真需要你，时刻我需要你，我的不着能不起，能亲近你。是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主耶稣。愿今天我们纪念主的受苦，他的拯救的大爱恩典，因为你从心中发出，我时刻需要耶稣，主救恩的恩典就一生跟随着你。我们可以来领受神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救赎、舍命、复活所带来的满满的生命的盼望，上帝的恩膏赐福，圣灵的保守相同，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请坐静默，慢慢透过音乐来思考主的恩典，也慢慢安静的离开。愿神他的恩典，主耶稣的救赎与每一位同在。
愿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的聚会就到此结束。同工请留步，我们一起献上感谢的祷告。到台前。所有的同工啊，哈，请来前面哈，牧师带我们做感谢的祷告。来做一个感谢的祷告了哈，谢谢神，让我们今天服侍所有的影音的